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最近天气气温搁降低啊，大家兄弟姊妹愿主保守看顾，互咱每一位拢有身体健康。咱当中有几位身体无讲介好，所以今日无法度来到当中愿主看顾因。今日咱有真侪兄弟姊妹包括牧师有。本来12个人啦即马一日无法度去，有11个人连伊咱礼拜煞就要准备坐车去嘉义过去，在咱当中的一位神学生伟志伊今日要按摩咱要给他祝福愿主会保守看顾兄弟姊妹今日的即个交通会当有平安兄弟姊妹因为要去，希望今日牧师莫讲伤久所以望讲11点钟会当结束今日的礼拜要讲进前，咱来看即个投影片，这啥物花啊？鲁冰花鲁冰花最近当咧开鲁冰花是每年的2月、3月开花咱对面的台湾大学每年伫即个3个即个前后拢有叫做杜鹃花节啦我顶礼拜是讲拜六中昼食饱过去安尼行行的，结果看到台湾大学咧招生呢，真侪这企业家公司伫即个椰林大道你搁隔壁安尼满一寡单甲一寡人我是要去看花，结果人比花较侪看杜鹃花真拢咧开无毋对啦，但是一入门口就看到即个鲁冰花我以为讲敢一丛尔，无呢一直行到因的行政大楼迄水池仔边嘛真水呢，所以我就摕迄个摄影机照相机甲翕起来就想到较早看一部电影叫做《鲁冰花》就一条歌的迄个旋律就照出来我就甲翕起来，今日用即个投影片用这来做一个背景希望兄弟姊妹有时间即阵应该花搁长开啦，搁长水。我嘛看一寡咱华人的兄弟姊妹嘛有去嘛伫这 FB 嘛共我甲牧师安尼甲这真水的相片拢囥喺顶悬每年2月、3月即马3月要煞把握机会咱来欣赏上帝创造的大自然的美好不只是遮的花草咱有爱看鸟无？有诶爱有诶无牧师未信耶稣进前就爱去爬山露营后来嘛发觉鸟真水，去买落望远镜、暗镜不止买2眼的，搁买落一支安尼去看鸟咱远看无啥物你安尼甲伊满画来看，迄鸟也是足水的敢若讲最近五色鸟，咱免讲去山顶，咱台北市就有五色鸟代表啥物？迄只鸟身躯顶有5种颜色，不止5种颜色，嘛有8色鸟嘛不止讲5色鸟、8色鸟，佫真侪鸟5颜6色遮尔水的鸟为虾米遮个鸟哪有遮尔无共款的遮个迄个设置呢？互我思想到讲，即个宇宙当中一定有一个啥物？一定有一个创造者早我做少年嘛讲哪有啥物上帝？上帝伫倒位？拜啥物神明？迄神明啥物？我拢感觉讲咱是大人拢咧拜，但是到底是咧拜啥物？我咧思想，定定伫迄个淡水河边、基隆河边咧行踏有时看观音山、看大顶山、看七星山，夜头咧看天顶白云，还是晴天上帝到底是伫倒落啦？我少年毋知影耶稣基督的救恩，总是伫我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嘛有一寡人会甲传福音咱听敢若听，看敢若看有时人近我咱就甲伊行较边仔去就闪去但是咱人安怎逃避上帝总是伊有伊的慈爱就会掠着你啦所以我伫30岁时阵信耶稣
我有感觉讲啊，信耶稣30岁有够慢啊啦，但是后来想讲，耶稣30岁开始传道，我甲伊共款年纪哦，伊开始传道，我开始信耶稣，嘛袂慢啦吼。虽然有人还袂30岁做牧师啊，我30岁才当信主啦，但是上帝嘛无离孤了，我嘛做牧师，即摆已经60外，嘛就强要爱甲退休的年龄啊！吼，我思想过去这段信仰的日子，吼，我的信仰到底是如何？吼，啊，这上帝到底是如何？吼，啊，我今日传这福音给别人，到底我所讲的，别人会当了解无？会当熟悉无？吼，啊，今日我拄仔讲有兄弟姊妹特别交代无说，今日莫讲真长，啊，就开场嘛，佫讲遮尔啊济去吼，但是我看时间还佫会使啦吼，因为今日几节？一节尔啦，一节尔，一节要讲偌久啊？一节应该几分钟就刷，敢毋是？所以爱讲加讲一寡有诶无诶啦吼。我拄仔讲花啦、鸟啦，也是讲咱捌去爬山无？我早吼爬山，讲我喜欢游山玩水嘛。我伫咧同学内底吼，我招一寡人吼，组成叫做山水俱乐部。山水俱乐部是啥物？游山玩水俱乐部啦，有休假就来登山露营呢，爬山啦，哦，去哈盆越岭啦，哦，去什么苏啊、什么西亚纵走啦，吼，啊，搁挑战雪山啦，有诶，我顶下讲过吼。啊，咱去阿里山无？我拄仔讲有人，遐一寡拢毋捌去。阿里山总是去过吧，吼。去阿里山要看啥物？几点爱起来？4点敢会赴？不管迄几点啦吼，看日出一定爱日头要出来之前，一定爱徛好势，徛喺你看会到迄个所在，对吧？啊，咱就算无去，咱看影片，哦，人伫迄所在看，要等日头出来的阵，迄时日头拄安尼出来了后，遐看日出的人拢啥物反应？哇，足水的，对无？啥物叫做足水的？足水的就是讲啊，哇，就是种娱乐、称赞。圣经是上帝话，是特别的启示啊。但是无圣经的时阵啊，咱看即个大自然，我拄仔讲，不管是看即个大自然啥物款的物件，当然有一个敏感的心哦，敏锐的心哦，咱就会去思想，就会去渐渐啊了解，真正这当中有一个创造的上帝存在，吼。所以今日用即个亲近上帝的人吼，即个题目甲大家来分享，因为即个题目是咱拄仔所读过圣经在内底的话嘛，对无吼？安怎讲啊？哦，咱先佫想一下，莫读哦吼。什么款人会当互上帝欢喜？拄仔圣经在互咱答案嘛呢？安尼讲完，连要说10点半结束啊。什么款人会当互上帝欢喜啊？啊，兄弟姊妹，你是啥物款人？上帝欢喜你无？换一句话安尼来讲啦吼，上帝欢喜啥物款人来到伊面头前来敬拜伊呢？啥物款人啊？啊，你是啥物款人啊？啊，咱今日来思想即个方向啦吼。所以拄仔讲，即个圣经才敢若一节尔，所以足短啊。咱搁念一解好无啦？无咱搁加强，我先念咧，甲大家念吼。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搁信伊会互寻求伊的人得到报赏。咱同齐过来念来。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搁信伊会互寻求伊的人得到报赏。所以咱今日要通过即句圣经节，咱同齐来思想我拄仔讲的问的即个问题：安怎来做一个亲近上帝的人，互上帝欢喜意爱咱？兄弟姊妹，你有望上帝欢喜你、意爱你无？有吼。所以咱有即个渴慕啊，咱今日阁通过即句话来思想，安怎来得到上帝意爱？吼，
共款，一节的经文嘛分做3点，甲大家来分享。上重要的第一点一定要安怎？我特别甲标起来，一定要信，毋是无信哦，无我无甲标哦，是有信哦，对吧？第二项嘛信，信啥物？信有啥物？上帝有存在，所以咱必须爱安怎？咱必须爱信有上帝存在。我拄仔讲，这个花你看，这个花是安怎造成的？啊，家己时间到2月3月，伊就安尼孵出来、生出来、发出来，是安怎会安尼生出来一粒花籽？时间到，伊就安尼变遮尔水，五颜六色。我拄仔讲，为什么鸟哪有乌的有白，连鱼啊嘛有乌有白，嘛有彩色的，敢毋是？热带鱼嘛足少的，对毋对？啊，这是安怎来？安怎有？安怎有？安怎咱咧？所以今日这个圣经在甲咱讲，咱必须爱信有上帝的存在。而且希伯来书11章，咱今日读的是第6节，伊头前第1节到第5节，讲一件代志，用3个比喻甲咱证明，甲咱讲啥物？伊讲啊，伫这希伯来书第1章啊。11章啊，第1节甲第5节有讲到第1点，讲了讲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大权能的啥物的上帝。大家有兴趣，大家身边拢无圣经吼，因为咱即摆圣经拢囥在后壁吼。你有手机的圣经嘛会当拍开，你无嘛无要紧吼。咱事后还去查看即个圣经。我拄讲即段圣经。大家在头前11章的第1节到第3节，甲咱讲到讲，宇宙万物当中有一个创造者，不只是咱地球地面上的遮动物啦、植物啦、遮的万物啦、天顶的啦、海里的啊、地面上的啊，不管是啥物，为什么有，安怎来？安怎形成的？不只是地球呢，咱地球抬额头去看，这宇宙万物当中，遮尔啊侪星当中，伊的存在是啥物？互伊形成的？所以伊有甲咱讲，要讲这第6节的进程，伊甲咱说明，有甲咱提醒，有一个创造万物。大权能的上帝，伊就讲到伫第4节甲第5节呢，咱今日第6节嘛，对吧？第4节甲第5节，伊就讲3个人啊，旧约当中的3个人，甲咱提醒，不止咱爱了解，咱爱知影，爱相信有一个上帝，咱爱用啥物款的态度，用啥物款的心来对待伊。第一个人啊。叫做阿伯，毋是阿伯拉罕咯，比阿伯拉罕搁较进前的一个阿伯，人类的第2代。第2个伊叫做以诺，以诺台语要安怎讲？我袂晓讲。以诺。第3个人叫做挪亚。挪阿，那阿，好，这3个人伫这希伯来书啊，第11章的第6节进前的2节、4节、5节，讲到这3个人。今日我拄仔讲啊，咱袂使安尼一个引经据典，搁去翻圣经面啦吼。咱重点听就好。阿伯呢，伊有兄弟啊。另外一个兄弟啊，叫做该恩，因2个人呢，你献祭的时阵啊，一个是饲动物的，一个是种植物的，伊拢有修行啊。
献祭的时阵，因为有啥物就献啥物嘛吼。这个阿伯呢，因为是饲动物的，吼，伊就献动物。伊的哥哥嘛吼，叫做啥物？该运，该运。伊是献植物。圣经讲啊，上帝意爱倒一位的献上，互上帝的这个祭物呢，是阿伯。有人讲上帝爱食动物，无爱食菜。人安尼研究啦，讲应该献动物吼，爱安尼吼，上帝才会意爱。但是事实上呢，这个故事当中讲这两个兄弟献上的行为，因个人的职业无共款嘛。我一年去花莲瑞穗随书哟，随书变欧洲去瑞穗安怎讲随修。重点我毋是要讲发音对毋对吼？我要讲我去迄个教会福音队几啊工啦，差不多我袂记应该5-6工啦吼。上尾迄工礼拜的时阵要做礼拜嘛吼。因就我兄弟姊妹吼，有诶早来，有诶嘛未礼拜时间到，陆续就来啦。毋就每一位啦，但是足侪兄弟姊妹拢摕物件来毋是讲助理咱咧收奉的安尼有人就摕花来，花是毋是因兜种的，是行咧教会的当中看到那个安尼挂几蕊来教会安尼有诶因兜有种一寡物件就摕一寡水果啦、菜啦来教会安尼。一寡人来一人摕一两项，结果迄工礼拜嘛，足侪一款物件呢。恁知影瑞穗除了这牛年以外，瑞穗什么迄农作物？文旦，文旦，鹤冈文旦。迄年阮拄去嘛，着时真正足侪文旦的。为什么这兄弟姊妹咱早下去教会，咱会无早？这个台积电的股票还是啥物件去？因为因就是遐你徛起工课种做的人，有啥物就摕啥物去教会啦。迄我印象介深啦。所以我讲阿伯伊献动物是因为伊饲羊饲牛嘛，对无所以伊甲迄个头生的呢献予上帝。该运呢伊种菜嘛，伊就甲菜呢献予上帝。我拄仔讲，咱咧研究讲是啥物物件上帝较意爱，但是我拄仔讲重点毋是这，重点是即两个兄弟你献祭时阵，对即个上帝的态度。简单讲，该运是凊彩献啦，但是阿伯是安怎？伊对上帝有一个上悬的即个尊敬。所以呢，伊用这种态度呢，把这个献祭物呢献予上帝，上帝意爱伊。所以咱今日来做礼拜嘛，同款。兄弟姊妹，咱的态度是啥物？咱对上帝态度是一个敬畏的心，爱的心，甲清清彩彩的心，迄是无相共的。上帝，你这撒母耳记嘛有讲上帝所意爱，毋是讲你献就啥物伊爱是安怎？咱有一个顺服的心，这个11章的11章的第40、第50节，佫讲到另外一个人叫做以诺。以诺活几岁？你敢知？365岁。咱讲祝福别人讲哇，食百里，甲365岁佫差真远呢。但是呢，以诺伊的子孙其中一个竟然是人类咱有这个文献所记载活上久的，几岁你敢知？969岁。以诺所生出来的囡仔，活比佫较久，强要3倍啊！不管是969岁还是365岁，拢是咱所真正望讲咱当长寿的一个数字，敢毋是？
以诺，伫即个圣经在创世纪当中讲到以诺，伊65岁的时阵，才开始生囡仔俩。哦，伊讲啊，伊生囡仔以后，哦，甲上帝同行诶，同行，65岁呢，同行几年？300年。你想看觅吼？有囡仔以后吼，牛奶啦、吼尿珠啊啦，爱去趁对无？暗时啊困袂饱，半暝啊搁爬起，不管是做太太做翁婿。哦，即马咱教会一寡迄落夫妻团契的人讲啊，咱聚会莫逐礼拜啦，甚至2礼拜一届，一个月一摆。阮即马已经成家吼，啊有囡仔吼，啊顶爱顾，下爱顾，家己嘛爱去拼吼，哦，无简单呢。哦，一寡做学生工课的人吼，常常甲学生斗阵哦，安尼学生休假拢去游山玩去佚佗。拜五一个讲员来分享的，就讲哦。我即摆已经结婚啦吼，啊，搁做大学学生工作，实在是无简单。伊讲家在干太太即摆吼，搁咧蜜月当中吼，无囡仔，所以讲会当陪啊少年囡仔。伊讲以后囡仔可能也无法度做大学生的工作。我拄要讲即个以诺，伊无讲伊65岁进前安怎有与神同行，无与神同行。但咱想看觅，伊已经生囡仔以后，圣经特别讲伊甲上帝同行300年。咱会当想到讲伊还未生囡仔进前，65岁进前，伊的人生是啥物款？对上帝啥物款态度？咱今日来思想即个以诺，兄弟姊妹，不管你是清用的还是无用的，你敢有较无每一天甲上帝同行？啊是咱真定时阵讲啊，我真无闲啊，真侪代志诶，烦啊要死啊，做袂完啊，真困难啊，真侪挑战，就袂我都去应付啊，搁要安怎甲上帝同行，搁开时间去上帝甲伊去同行。我较早吼有看一本册，迄本册的标题讲吼，耶稣穿牛仔裤，吼，甲门徒同行伫海边啊安尼啦。哦，伊讲吼，上帝毋是讲哦安尼流喙手、白头毛啊，坐迄悬悬的宝座，咱爱跪喺面头前，磕安尼，拍安尼。伊讲啊，即个耶稣是通亲近的，你会当定伊啊，伊招你，你招伊啊，啊去迄边啊，安尼行过吼，哦安尼甲耶稣安尼开讲，啊耶稣是穿牛仔裤的。我今日毋知是要穿西装还是要凊彩穿，拄啊三叔讲连要教伊吼。穿西装较正式，无定着啦吼，无定着啦。定着的我就要讲，咱的态度，定着的是咱的心对上帝的心。啊，你这段经文头前佫讲到第三个人物叫做那，我今日大家拢毋敢讲安怎发音哦，因为无确定的时阵拢毋敢讲出来。那啊，你伊个世代是啥物一个环境？充满罪恶的环境。但是上帝该呼调，讲哎，你即马开始去做一只船啊，吼，啊最后故事大家拢熟悉啊。最后就讲因全家8个人呢，坐去即个船仔顶，吼，加地面上一寡动物啊，拢安尼吼，囥喺船仔顶，结果上帝审判来的时阵，吼，无你船仔顶的拢消灭，所以后来即个水已经摕去以后呢，吼，重新搁再来，上帝用迄彩虹台语安怎讲？晴来做记号。甲人类做一个记号，讲上帝甲人类立约。啊，我拄仔讲即个，佫讲袂出来。那面对安尼罪恶的世代迄个环境当中，伊的心是啥物款的心？共款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啊，有人咧讲啊，中文啊。汉字啊，也是讲咱即个汉人啊，
甲犹太人心相共的所在。伊讲船即句字啊，当然这是中文老师无一定会安尼同意的讲法啦。伊讲啊，船安怎写？舟正手边安怎写？一口一家八口安尼啦，叫做船。有人咧解说啦，讲啊，入了即个船顶的人会得到救恩啦。当然这是咱传福音的人会甲安尼哩半几安尼解说，但是中文老师无一定安尼讲啦好，这是今日第11章第60头前甲咱讲的。我拄仔讲，必须咱要有相信有一个上帝的存在。但是圣经不只讲有上帝存在而已，佫讲到上帝伊听咱世间人，为咱世间人来解决咱世间人无法度去遵守伊当初互咱人即个律法做袂到的所在，伊亲自为咱来完成伊的救恩。今日即个圣经在我拄讲，咱首先爱相信有上帝的存在。今日这个经文佫甲咱讲咱爱相信，这个经节当中有3个信，对吧？第3节讲信啥物？信伊会互寻求伊的人得到报酬。兄弟姊妹，你敢有相信？你有了解无？咱一定爱相信，爱知影伊会赏赐一个愿意寻求伊的人。兄弟姊妹，你敢有愿意寻求上帝？要寻求进前，一定爱找到这个上帝啊！你也无找到这上帝，你要寻求迄个对象是啥人？你要寻求到正确的迄个对象、迄个方向，无拢是一场空，拢是一场空。所以，咱这节圣经在甲咱讲，咱爱知影，会晓去寻求伊，伊会互咱，伊要互咱的赏赐。但是咱爱问一个问题啊，咱到底要求啥物？求啥物才是咱上要紧咧求的咧？兄弟姊妹，咱真侪人拢会甲上帝求这求迄，对无？囡仔即马感冒了求上帝医治囡仔，即马找头路来求上帝为咱陪伴头路，无对象求上帝为咱陪伴对象，咱无孙仔求上帝为咱陪伴孙仔，等啦真侪代志嘛，对毋对？我拄仔讲，咱一定要求进前爱先爱找到正确迄个人。咱看医生嘛同款呢，有人是咱爱去换医生换病院，为虾米？这个医生无法度，这个病院无法度，你要去找一个你认为佫较厚的，对无？咱是往往会安尼。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伊讲啊，你若找啊，就会找到。我拄仔讲，咱要找啥人？要找啥物？咱毋是要找人，咱来到教会，尤其来到教会，毋是来看好朋友你好我好。咱若讲用即款态度来教会，毋是要来找上帝。咱教会就变成俱乐部啊！警察毋是我拄仔讲的山水俱乐部，是耶稣俱乐部。咱来教会做礼拜是来敬拜上帝，来敲找上帝，毋是敲找人。耶稣伊家己嘛甲咱讲，伊甲迄位是同一个，迄位就咱拄仔讲的上帝。伊讲你这保罗伊的书信当中，哥罗西书11章15节有一句话安尼讲，伊讲基督耶稣，伊讲基督耶稣呢是咱人看袂到上帝的形象。伊约翰福音12章45节，耶稣伊亲自嘛甲人讲，甲尤其军队伊的人特别甲问道讲，看见我就是看见找我来的迄位。迄位是啥人？我拄仔讲过耶稣嘛讲伫约翰福音13章30节讲，耶稣伊亲自甲咱讲，甲问道讲我
甲爸是同一个，这就是圣经约翰福音的道者肉体，吼。所以咱要知影，咱要超找的是耶稣，要无啊上帝神，这嘛上帝，迄嘛上帝，这嘛神，迄嘛神，是毋是？咱要找到这个正确的对象，爱来甲伊求。啊，今日这个圣经在甲咱应允，上帝要互咱所祈求的。啊，我拄仔讲过，咱会求这求迄，吼，啊，上要紧的是啥物？我会记有一个故事啊，一个真好个的一个老人家，吼，事业伟有成啊，董事长当的吼，毋知姓啥物当，啊，这个五当的，啊，这个担当的哦，嘛啥物当的，不管啥物当的啦，哦，伊就有疼心的啦，哦啊，常常叫一寡迄落无是大人的囡仔，伫孤儿院的囡仔，去因兜耍，去因兜佚佗，去因兜食，啊，佮送伊礼物啊。啊，有一摆啊，伊讲啊，小朋友，啊，咱今日哦，食有饱无？啊，有好耍无？啊，要转进前啊，每个人吼，伫即间厝内底，每一项物件吼，拢会当选。你有介意哦？啊，会当一人摕一项哦，摕转去。哦，囡仔拢足欢喜的，经这经迄，哦，大个细物啊，大家抢来抢去啊。啊，即个党的啊，看到一个囡仔拢徛喺个所在，拢无你甲人安尼，吼，是讲要抢迄抢迄，要摕啥物物件，要选啥物，拢无。即个董事长啊，哇，足离奇的即个囡仔呢，甲其他无共款。伊就讲，小朋友，你哪无爱去拣抢物件，连咪刷你会当摕转去。啊，伊就问即个慈祥的老爷爷啊，讲。你拄仔所讲的是真的吗？哦，你即间厝内底每一项物件，我拢会当凊彩选吗？啊，选着就是我的吗？董事长讲，当然啦。你看恁一寡迄个小朋友同伴拢，逐个拢安尼拣啊，逐个摕啊，足欢喜的，你拣。伊听来讲哦，哇，伊就讲敢若。面就足有一个迄个愉快的笑容出来啊！迄个董事长就讲：小朋友，你是做啥物？啊，你要拣倒一项，要选倒一项？你敢知影小朋友选啥物物件？选即个党的。我要你，我要选你。选了后啊，即个党的送囡仔转了吼，剩一个囡仔还无转去，收即个囡仔做伊个干仔孙安尼吼。了解这个故事要讲啥物？要讲啥物？兄弟姊妹，咱来上帝面头前，为了咱的人生当中的一寡柴盐油米酱醋茶，一寡人生的一寡需要，种种啊，甲即个上帝求迄啊。问题是上要紧的，咱有得到无？上要紧，咱有了解，咱有去拥有伊无？因为咱人生一天过一天。我最近祈祷定安尼哦，你听看觅啊！我今日这是我伫地球上啊，哦，2025年3月今日几号？16，离开地球这个日子佫减一天啊！有一天啊，我已经离开这个地球，毋知要去佗吼。我毋是太空人呢，我是咧地面上的人呢。最近有一个新闻啊，太空任务结果无法度转来，已经伫太空8-9个月啊。恁敢有看到这个新闻？迄日子敢好过？哦，题外话，佫剩10分钟啊。要刷11点来刷吼。嘿，姊妹，咱求什么才是上要紧的？今日这个经文当中无甲咱讲，但是咱来思想，求啥物？我用这段经文甲大家分享。咱必须爱做一个会晓安怎寻求伊的人，求甲迄个小朋友同款，会当来敬啥物？你经厝内底伊要敬的，逐项物件拢无爱敬，干那要独敬迄个阿伯啊，阿伯啊，这个阿伯更少年一点啊，哦，敬着就安怎？毋通敬啊敬，敬到一个袂敬敬的。
咱会晓找伊啊，找啥物？找伊是啥物人？找到耶稣，找到耶稣。用这段经文甲大家讲，你这个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到第4节，使徒这个约翰啊，安尼甲咱讲啊，我念互大家听吼。伊讲啊，阮就是讲，甲这个约翰共款的一寡信耶稣的，尤其是耶稣的门徒啊。伊讲啊，阮啊，要甲恁说明，恁是遮听的人。咱今日通过圣经，咱嘛来听一句话。约翰安怎甲咱讲？甲因讲啊，说明讲创世以前就存在迄个活命的道。耶稣毋是敢若2025年来到这人世间的一个历史人物尔。你也去研究历史，人讲迄年代嘛有小可有错误，但是即个伊的门徒约翰讲啊。创世进前就存在迄位啊！你创世纪第1章，也是约翰福音第1章，有安尼对照，咱会当了解伊咧讲啥物。伊讲即个道，咱中国人嘛咧讲道毋是道可道非可道的道哦，此道非彼道哦。伊讲即个道，阮有听到，有亲目看到。有详细看到，嘛有亲手摸到，代表安怎？有真真实实有经历哦。我有去过即个台湾大学的顶礼拜六，有翕到这今日有法度制作即个 PPT， 互大家看到。我也无去，我一定无即个相片啊。就算有，我是网络抓到啦。嘛无一定，因为即马真侪有 AI 呢。即马你上网会问讲，你即马上网的东西，伊爱会问你讲是毋是 AI， 你爱诚实讲哦，这是 AI 做的哦。有人讲啊，牧师你即要失业啊即马 AI 足厉害把一个圣经再甲拍去，就甲你一篇道就甲你造出来啊。你搁安尼辛辛苦苦听你每礼拜你去准备讲道，免啊啦。以后靠机器人就好。人就是人啦，机器人就是机器人啦。你要信机器人，还是要信人？你要信上帝，还是要信人？佮继续看，伊讲啊，第2节讲啊，这个画面已经显现，阮有看到，现在做见证。佮对恁宣布，原来甲爸同在，佮已经有对阮显现即个永远的画面。阮看到，阮听到的，现在嘛对恁宣布，是要互恁嘛通甲阮有团契。即个团契是阮甲爸甲伊的囝耶稣基督。中间的团契，阮写即个是要互咱有圆满的欢喜。好，哇，剩5分钟啊，还要结束啊。简单讲，兄弟姊妹，咱历史上啊，真世红要找啥物物件？忠心不怒的药啊，食了伊袂死翘翘。有找到无？即马咱去这个西安，还是讲叫做中安，去旅游，可能会去一个所在，你看啥物？兵马俑。兵马俑。啊，真世王要找长生不老的药，即马剩伊的坟墓内底真侪兵马俑陪伊安尼陪葬，伊无找到，因为伊无圣经。伊无明白圣经，甲咱讲的即个上帝，伊无抄找到。但是咱即马有听到即个福音，通过这些圣经，咱今日来到教会做礼拜，兄弟姊妹。古早的即个中国的真世红，真世红哟，
无食到长生不老之药啊，所以死翘翘。兄弟姊妹，你即马咧找啥物？圣经安怎甲咱讲？信主有永生，简单安尼讲啦吼。信主就永远的活命。为什么呢？通过耶稣是一个救恩，咱今日通过这段经文来思想，咱有相信有一个上帝存在无？咱知影会当来该敲吹伊要赏赐互你无？咱要找啥物？我拄仔讲的这个约翰福音这段经文内底，整理今日这段经文要刷11点，爱相信伊，这个伊就是主耶稣基督，救主耶稣基督，相信伊啥物？伊实力要加这个救恩带予咱人会当得到的迄个永远的活命。所以最后两句话拄仔11点刷。第一句话，咱人你有承认，咱人的人生是有限的无？有人开公司讲无限公司，股份无限公司有啊无？不管有股份无股份，有多少人敢开公司讲我是无限公司？头家，你的公司是有限有无限的？无限的，有限的。兄弟姊妹，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咱拢是有限的人，但是咱明白耶稣，接受耶稣，咱这个有限将来会有啥物？咱有永远的活命。所以有时咱常常伫人生的最落尾，咱就必须爱去思想的问题。但是咱莫等到迄个时阵，咱趁现在。咱这个有限的人生，因为咱明白救主耶稣基督，接受伊，相信伊，咱就有伊的应允，咱有安尼愿望。所以诗篇的诗人讲：我的肉体虽猛啊，渐渐安尼愈来愈歹啊。但是伊讲伊安怎？伊的心是喜乐的。好，第二句啊，最后一句啊，11点要刷。咱苦难的人生啊，咱就变做满足的喜乐。所以小虎话你讲啊，人生不如意事安怎？10之8九。一寡宗教你讲人生就是苦海。我毋知你对人生的经验是啥物啦。但是总是无人讲凡事拢顺势啦，对无？铁牌的身体袂堪迄3工会落屎。你无逐工锻炼，你的6块肌就无去安尼。你足缘投的念伊就变一个大叔安尼，胖大叔安尼，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大叔安尼。苦难的人生为什么变做满足的喜乐？我拄仔讲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1章。第10甲第4节，上尾啊，甲咱讲的，伊要甲咱见证，要甲咱讲，因为咱会当明白伊甲上帝有安尼团结，有迄个结连，咱就安怎？咱拄仔看迄个，搁看者，最后安怎？伊要互咱安怎？有圆满的欢喜。要唱歌进前，我搁嗨一遍，顶摆唱互大家听，因为咱当下有伫个。我今日讲的特别讲互当，因为今日要甲伊上课，较拍算，较歹势，我连要先来乱讲，要去家己。我有唱过一届互你听，今日搁唱一届，唱互大家听。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有喜乐，信耶稣有愿望。唱完咱来唱回应诗歌。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有平安。我会做主担当，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有喜乐，
信耶稣有喜乐，我会做主担当。信耶稣有喜乐，信耶稣有望来，大家来唱来。信耶稣有望，信耶稣有望，我会做主担当。信耶稣有望，好，望兄弟姊妹，咱每一位拢会当做一个什么款的人？亲近上帝的人，什么款人亲近上帝有上帝意爱啊？信神啊，相信伊。哦，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今日和兄弟姊妹有安尼较无的心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主。愿主，你今日通过今日的敬拜，通过今日你微微的仆人所讲你圣经的话语，互阮兄弟姊妹每一位拢会当来明白，拢会当来领受，也拢会当来得到你要所赏赐互阮即款的永远的活命甲满足的喜乐。我来向你恳求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